上的，船的声已经响起，对你有缘情意，今日要来离开，心爱的，不甘看你自离离，你我不在的日子，你着保重自己。 心肝，男儿啊，立志他乡为生活，甲你团圆，伫我成功的时，最后的船的声又再响起，求我不甘来离开。 手牵着心爱的，再会啊！总有坎坷路来行，我袂寂寞，你伫我的心肝。男儿啊，立志他乡为生活，甲你团圆，伫我成功的时，最后。 船的声又再响起，让我不甘来离开，手牵着心爱的，再会啦。谢谢，谢谢陈鸿文。好，我们首先请伍浩哲老师。阿松，老师好。看你伫舞台顶悬足自在的，你互我想到我少年的时阵吼，我去拍不听我爸唱歌的时候，迄个感觉，动作啊各方面，舞台上的表现各方面都很像伍佰。但是呢，你唱歌的时候无生气，你揪入来。哦，应该是要更放开自己去唱这首歌，所以你的声音如果说可以再更自然一点，我就会更棒。 谢老师，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鸿文嘛，对不对？嘿嘿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的感觉哦，就是你是我看到来这边的选手里面哦最卡的自在人，一路要表现自在，但是就是卡在500里，哦，对不对？我头一届上电视啊。啊，你现在就是他决定上这个舞台要做怎样的人，设定好，好，要当500的那个超级粉丝也可以，要做自己也可以，但一定要确定。没问题。